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就傾一傾呢個美國、以色列、伊朗同中國喺呢場戰爭裡面嘅關係。今日有新聞講，中國有3架飛機搭載好多支持伊朗嘅武器飛到伊朗，從而暴露出中共喺俄羅斯烏克蘭戰爭之後又一次講嚟大話，佢從來冇支持咩戰爭，但係佢實實在在就係伊朗嘅核設施嘅金主同呢個油提供者同技術嘅提供者。所以從呢個事情嚟上面嚟睇，美國一定要把目標對準中共，冇要俾佢再有任何嘅呢個喘息嘅機會。上一次川普政府同所謂嘅中共嘅商務談判人喺瑞士談判，但得嚟係咩結果？有中共資助嘅所有嘅，無論係華人嘅組織同呢個非洲裔拉丁裔嘅呢種組織上街嚟俾你中共面色，俾你美國面色撐中共，殺你川普嘅威風。所以我哋要睇見而家整個國際嘅形勢同美國自己本身嘅形勢都係中共一手造成嘅。所以講喺呢個咁混亂嘅國際形勢之中，我哋更加要冷靜嘅思考，到底係邊一個只係挑起世界烽火嘅罪魁禍首，邊個係呢個幕後黑手？目標就係，答案就係中共。所以一定要俾中共最致命嘅打擊。實際上呢種嘢係好容易去解決嘅。每年夏天，中共高層都係不待客喺啲開會。如果佢美國相關嘅軍事機構大膽啲一炮落去，全部執笠。但係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嘅呢個政權智囊團可以諗到呢一點。為乜事？因為中共喺70年代、60年代就開始就已經係游說兩黨，已經喺參議院、眾議院已經埋嚟好多暗樁，有好多嘅呢個無間道演仔。所以就講而家嘅美國嘅政壇，實際上好多都已經被中共赤化咗，比香港仲更加慘。所以講而家呢，如果美國要真正清醒，要消除自己嘅呢個定時炸彈，即係會隱瞞嘅呢，就一定要把中共嘅勢力完全嘅棒出美國。第二個，要把中共嘅影響力從國際組織裡面剔走。第三個，就要把呢個中共喺大陸嘅呢個統治原則，就係要佢哋解體，真真正正要解放中國人民。所以我哋希望廣大嘅聽眾可以把呢個消息發出去，話俾美國政府，到底邊一個只係世界冇穩定嘅因素，邊個只係呢個世界亂源嘅根本。所以我哋一定要把呢個消息擴散出去。佢唔單係美國，就係你所在嘅國家都有中共嘅黑手。你冇信，你就睇下，中共唔單係對付自己嘅人民，仲要把呢種模式要
傳揚出去，發揚廣大，簡直就係黐咗線，要把世界搞成一個全部都係佢嘅奴嚟嘅呢個世界。到時候慳都冇地方返啊！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歡迎你哋點讚、轉發、開啟小鈴鐺。你鬧我都冇緊要啊！有咩意見歡迎留言。多謝，祝有個愉快嘅一日。